后来今年大家拢真要紧要去做流感的预防针，各县市是一直在补货。台中市政府来宣布，今仔日开始，全台中市所有社区的设站，敢若提供65岁以上的长辈者来做预防针。若其他会当做公费的对象，都到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去做。这个政策是为了要确保65岁以上流感的高风险群，拢会当优先来做着预防针。这时段有人坐咧，有人徛咧，伫社会庙埕咧排咧，为了要做公费流行感冒疫苗。当然是要做啊，即马就是武汉肺炎这咱来治疗感染疫苗较好啊。本来社区设站只要有公费注射资格人，拢会使来排。不过今日就开始，台中市所有社区设站，敢若提供予65岁以上的老大人来做，其他去别位做。是很错愕，就没办法打，现在就要去诊所跟那个医院打了。有人都满50岁符合公费的资格，不过因为台中市这个疫苗的新政策实施，伊煞白走一段。65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施打，那今天是不限量的。当地卫生所的护理长讲，这场社区注射活动为早起9点至到11点，只要65岁以上的市民，拢一定做得到。因为传150支，若无够会随补。民众打的情况非常踊跃，卫生局每天都会做这个疫苗的管控，那我们也不排除会下修提供给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这个每天的疫苗的量。台中市卫生局讲，新政策是因为今年做公费流行感冒的人真多，安尼就是为了确保65岁以上的老大人，这较危险的族群，拢使优先做着先，其他族群会使到卫生所，也是医疗院所去做。